万尊宗，主要法机关机端，回回这东，回回妈妈，来来归一大有龙，一宽的回西光东，我为修一表所成，尊贵严灯当文回回。第三站，你公一观念伟大，我为公的火浪龙战，你为我有主力挂文，就我龙的天主，你我为个灵的，我百姓的主爱有情。只问你在修走，良心马路你天幕。这就是我讲上帝你讲伊观念足伟大，我爱唱歌而乐，你敬尊。咱过来锻炼172首，圣诗172首。请书记上大声。一尊的主宰兄弟齐心，蓝的主明天表天天有天，清华有阳的千秋经历，天下我路边多黑主的，要化妆。问天不寒，要我几个一束火浪，莲花的地边兄弟齐唱，一秋苏仙娘的蓝黑凄凉，有福有祸，谁蓝的吹？关注为后引感艰难流水，你在我楼主天发的路阳，让我高塞中你的路过观念的观梦兄弟齐地，蓝流村后。当有平官归，当阳修文归，先到一年，别人更欢喜，那先进就一路不能平息。好，咱礼拜时间就到，请咱大家一份心来敬等。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主会马上要开始哦，请兄弟甲恁的手机切换到静音的模式吼。咱准备咱的先要准备今仔日的礼拜。洪主的名，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诗情来作业。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日日放在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众生命的顶面，应该是敬畏。请众兄弟，咱大家三角起立，咱来三角来念圣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
咱三甲用书读圣经来做信仰的教材。我是。咱三块来读这启文第35篇，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我来请兄弟来共阵来。既然恁喙干，就来就近水。来啊，唔免银，唔免价钱。恁啥事开会钱，买迄个袂食甜的面。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面。着趁耶和华当找着的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粮头，毋是恁的粮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不倒转。互野种的有争气。我的嘴所出的话也要安尼，我断无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上帝发声来吹草气，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咱三甲暗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阮的上帝，阮的王。你有恩惠，佫有怜悯，你的慈爱无尽。感谢你最近伫中南部降下迄及时的雨水，互咱中南部旱象能够解决。我也要感谢你，今日甲唯一牧师带领来到阮中间，伊要甲咱分享伊生命的活水。阮拢知影，唯一牧师因全家。7月要远渡重洋到缅甸去服侍，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事工，因为缅甸的政权佫无讲真稳定。缅甸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基督徒也毋是较友善。阮要求主赐予因全家有够用的气力、智慧、甲能力。也使平安，甲因全家求主也坚固因手中要所做的工作，互因手中所做的工作拢会顺利，互因手中所做的工作拢能够蒙神来纪念。我嘛要即阵要恳求主，透过今仔日唯一牧师的分享，互咱众人会当不一摆来思想、来明白主你奇妙的所做。为怎样？伫150几年前，主咧裁判你的奴仆
马街牧师甲雅计医生来到台湾这个所在。为什么？伫咧60几年前，阮遮个树林的前辈、信仰的前辈，伊要伫南口这个所在建立第一个教会。佫为什么？今仔日阮众人就伫即间教会中，阮要求主帮阮众人会当共阵伫南口这个所在来做主的干事，来传扬主的福音。阮祈祷无够的所在，我们继续用主力教示阮的主导文继续祈祷。阮天的愿你的名是，愿你的荣耀，你的旨意实行，对你像天，阮的心平安柔软，下面阮的服务，亲像阮下面服务阮的人，我哋从阮的支持，对阮团体的爱。因为我讲关于平等拢是一所代代为持，阿门。咱三工来领受上帝的话，记住你创世界45章第1节到第5节，我来读众人今仔来读。约瑟伫遐会徛伫伊身边的人的面前，忍袂了，就话讲，众人就离开我出去。约瑟将伊分身互兄弟认的时，无一个人徛伫伊的面前。伊就出声就大哭，埃及人听着，法老的家也听着。约瑟互伊的甲伊的兄弟讲：“我是约瑟，我的老爸也伫地吗？”伊的兄弟毋会信，因为伫伊的面前拢惊吓。约瑟佫甲伊的兄弟讲：“请听我，因着我，因讲我是恁的小儿约瑟。”就是恁所被到埃及，当毋免因为带我到遮来游问，来家己管分，这是上帝找我带先恁来，因为要保全性命。恁当伫遮个所在地方已经2年，也有5年袂通种作，袂通收成。上帝找我带先恁来。为着要甲恁留村的种族伫世上，佫要行伊大的拯救，保全恁的大命。照安尼看起来，恁猜我到遮的毋是恁，就是上帝。伊佫互我亲像法老的爸，做伊全家的主，甲管理埃及全地。恁着赶紧就去我的老爸遐，甲伊讲，你的囝约瑟安尼讲，上帝互我做全埃及的主，请落来我遮，毋通言前。你甲你的囝、你的孙、甲牛群、羊群，以及一切所有的，拢通来踮伫高山的地，甲我相近。我要伫遐奉行你，因为也有5年的期间，免得你甲你的家眷，甲一切所有的落寞。何况恁的目睭，甲我小弟的目睭，便雅悯的目睭，拢看见我甲恁争喙，对恁讲话，恁也就我伫埃及一切的因公，甲恁所看见的事，拢甲我的老爸讲，不着赶紧将我的老爸搬来遮，对安尼约瑟拍去伊小弟便雅悯的红棍踢卡，便雅悯也伫伊的红棍踢卡，伊的
伊拄甲正兄弟亲嘴，互因提到后来，伊的兄弟就甲伊讲话，咱请圣华会带咱大家三个来学罗咱的上帝。因咱唱的诗歌是最祈祷平静。刚才要来邀请唯一的牧师来讲道，伊要甲咱讲的题目是上帝找我来承认来。大家平安。今感谢咱南高教会，有我有一个机会来分享阮到伫缅甸的宣教当中。
除了诚多阮兜的伙伴教会吼，车牌伙伴教会，也特别照顾阮一家，就是阮两个细囝，搁有我的妈妈吼，大家因真欢喜来到遮聚会，吼，囡仔主义哦，妈妈来遮，搁有参加团契。而且咱教会嘛，诚做一个开放的教会，就是互缅甸的学生会当来遮借教室来学习英文。因对英文是足惊吓的，但是安尼一学了后，因的英文拢有进步，真欢喜。所以特别伫遮，我会代表阮全家，搁有精兵协会，吼，来向大家说多谢。分享上帝话大声，咱人地来祈祷。今天上帝，阮感谢你，互我会当倒转来台湾的时，为阮办一个信仰的家。阮为着南口教会来祈祷，你知影这是一间听的教会。求你继续赏赐智慧，甲听者，互人来认捌你，创造阮逐人的主，去承载阮的需要。求你现在信心甲阮三甲比例，来帮阮逐人讲话，互阮会当经历你的同在，你的恩惠，你的听，你的医治。主啊，求你信心来充满阮。主上帝，你嘛知影我囡仔的有限，求你来使用我，来分享主你的信息，听甲讲的拢得着利益，也互我会当诚做你的见证。祈祷告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帮我切换我的 PPT， 谢谢。小等者，因为头前有2张相片，就是缅甸学生来遮读册的相片。好，多谢。这是缅甸学生来借用教室吼。好。对5月底有一个信心降临者，对迄个了后，就进入一个教会的最后一个节期，也是上长的节期。伫即个节期内面呢，上帝已经就耶稣已经就天，伊差遣信息来到阮三角同在，咱就爱将咱的信仰甲生活有真确实的结合。就是伫每一天爱操练阮甲上帝关系。今仔日咱拄则所读的迄个约瑟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拢足熟。圣经中若讲到苦难，恁会想到啥？约伯对无？应该是吧。好，若想到天哭，就会想到亚利米，对无？但是我感觉今仔日即个约瑟。是苦难甲天哭2种的综合体的代表，因为伊的一生对伫伊接受迄领彩色的衫，搁做2个遗忘了后，就开始一段真艰苦的生命旅程。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讲，约瑟伊一个人忍袂牢，在大天哭。外口的埃及人拢有听到，伊的兄弟也伫伊的面前惊吓，毋知要安怎。对伫伊的兄哥第1摆到伫埃及来见牛的时，兄哥就来到伊的小弟的面前，趴落地拜伊。伊的兄哥拢毋捌即个约瑟，因为约瑟已经改换造型吼，但是约瑟认得因。伊就想起少年时的面貌，真做现实。早期的生活也伫伊的头壳内面出现，就发现
主上帝的带领甲计划实在真奇妙甲特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伊也想要知影，即个阿兄甲小弟的关系是安怎样，所以伊就严严对因讲，定是要来探听埃及的事，定是真罕。因就将正兄哥关伫监狱3天。但是约瑟就听到因偷偷在对话讲，啊，这是爱来讨咱老小弟的悔罪啊！当伊听到即句话的时阵，约瑟就活当心流目屎，点点在哭。伊知影兄哥的心上火甲诚诚，所以第3天就处即个离阿兄4年。留伫监狱内底，留伫监狱，互其他的人拢先转去。所以这段时间呢，就互约瑟当好好啊思想，好好整理伊家己的生命故事。伊互人袂去做奴隶，伊互主人的某陷害落监，伊阁互人放袂记。遮尔多的代志，伊拢我靠上帝。经过来，伊也伫埃及做年，学习了解当地的语言甲文化。伊将家己的过去放伫真深的心内，对少年时的梦已经记咧袂记。就伫监狱，阁替2位官员来解说梦，但是嘛是互人袂记。但是上帝无袂记伊。当约瑟替法老王来解梦了后，伊的身份就有一个大大的转变，伊真做治理埃及的起笔来人。伊开始过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就是咱华人拢上爱的就是五子登科，对无？五子就是有厝、有钱、有车、有某、有囝。因为约瑟将伊2个囝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讲，上帝互我袂记哩我一切困苦，甲我老爸全家。第2个囝号名做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上帝互我伫我受苦的所在幸福。伊的生命开始有一种满足的感觉，但是上帝对伊人的幸福却毋是安尼。对伊的兄哥第二摆来点名的时，因就带迄个煞尾的小弟便雅悯同齐来到埃及，就是甲约瑟同一个老母生的小弟，伊就忍袂了家己的目屎。伊邀请兄弟同齐饮食，但是约瑟继续伊的计划，就是伊陷害便雅悯，偷摕家己的鞋仔，伊想要看兄哥的反应。但是即摆所有的人拢替即个小弟讲话，所以约瑟就真正忍袂了，来大声思考。伊叫身躯边的埃及兵丁拢离开，一个人缀来门口，口了后就出来，甲正兄弟讲：“我就是约瑟，是互恁卖到埃及的。大家拢真惊，嘛真惊，也毋知要安怎样离。”约瑟就讲：“是上帝找我带生命来。”上帝爱保全咱的性命，上帝找我带生命来，是为着要甲恁留村的子孙伫即个世间，搁要行伊的大拯救，保全恁的命。伊真着急，想要知影伊老爸雅各的情况，因为伊细汉时对伫伊老爸遐。得着满满的疼，伊袂堪你老爸受苦甲担忧，
就请兄哥紧紧将爸爸接来爱离当这大，因为即马才开始第2年的期限，还阁有5年无通静坐，无通修行，生活会愈来愈艰苦。但是上帝爱保全咱的全体，请兄哥将家己看见、听见，紧紧去互爸爸知，嘛互全家族的人拢知。因为上帝找我老爸阿母上疼囝，带心来到埃及，就是爱拯救规个家族以及以色列民族的性命。最后，兄哥才对行程中接受，因互相争取，咱做伙思考。今仔日的经文。一个重要的字就是这个“车欠”，车。伊要来文是“小拉”，出现真侪摆。这个字是动作，有叫，也是车欠，爱，也是伸手的意思。而且这个主动的意味是上帝，表示上帝爱伊做啥物，上帝爱叫伊安怎，上帝车欠约瑟。而且这句话是约瑟家己讲，伊讲上帝找我带生命来，讲了3遍。第一摆，约瑟讲，我就是你，我就是恁卖到埃及的小弟，但是是上帝爱我来埃及的，因为伊已经知影历史的法则，上帝安尼做，是要保全咱的生命。第2摆，伊阁讲，上帝要保全咱规个家族，就是以色列。主上帝爱使用这个以色列民族，伊爱留落来，这是真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主爱使用这个民族来成做主大拯救的计划。第3，伊用“车”这个字，是要表明上帝是这位车天人的主，这是主上帝的计划，主掌管一切。人是互主车天，迄位车天人呢是上帝。所以约瑟爱敬兄弟会当放落心，人生来忧闷，也是家己怨恨的心，拢来放落。约瑟家己无有埋怨，伊讲：我虽然恁将我卖去埃及，但是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是主，伊大心就知影会怎样。上帝会将邪恶转变做善良，这是伊奇妙的能力，甲大权力的证据。约瑟一个人伫埃及，这段真孤单的日子，伊还面对真多的挑战，但是也互伊学习。只有完全我靠主上帝来活，伊甲上帝建立真亲密的关系，互伊是萝卜，但是嘛是关键，互伊真做受关的犯人，但是嘛是伫遐管理伊的工法。上帝无有改变伊的地位，也是身份，但是互伊伫每一个角色中。拢成做主上帝见证，互外邦人拢会当看见主耶稣的确甲即个约瑟三角地位，而且约瑟嘛真心真心真力来发挥家己的角色。伊犹原是萝卜，但是伊是受人尊敬的，互人有信任的人。虽然伊行正直，但是还互主人的某来行。关于工作，伊的一生好亲像一直无自由，但是伊活出来的性命好亲像无阻挡，是自由的。因为圣经真侪摆拢写着伊得到身躯炳人的看重，因为主耶和华的上神甲伊三角地位。
伫我咧经历即个港路天的时，我对伫约瑟甲法老的对话有一个真深的印象。当法老应迄个约瑟讲，听讲你会晓放的解说，约瑟就应哦，这毋是在伫我，上帝要将平安指示法老。当法老将伊的房讲煞，约瑟就应讲，上帝所要行的事有指示法老，而且讲两遍，是因为上帝旨意爱行即个代志，而且讲煞，伊佫用真有智慧的方法来帮助即个法老王，安怎样来应对即个真大的困难。我看见约瑟实在是一个上帝的仆人，伊看见上帝是所有一切的主宰，因为互人明白的是上帝，解说帮的也是对上帝的智慧来。上帝是主宰，就亲像伊一生所经历的，拢是甲上帝相同行。伊学习顺服伫主，成做一个性格的管道，互上帝来使用。而且约瑟互法老知影，伊家己所认捌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赏赐平安的上帝，是使用万民、万国、万族的上帝。咱真正需要开阔咱的目睭，也是咱的心，知影上帝今仔日同款的当使用外邦人来成做伊的计划甲命令。咱需要按遮的阿未信主的来学习，嘛爱甲因分享咱的事情，甲因接触，建立关系，互咱彼此会当互相来学习。上帝差遣一定有伊的旨意甲目的，而且伊的差遣，这煞就是伊要爱你行的代志。上帝大声差遣约瑟来到埃及，目的就要保全以色列人的王命。我毋知约瑟伫埃及住偌久，但是阮真正爱认真回应上帝伫每一天。上帝透过咱每一天生活爱面对的代志，也是挑战，互咱会当甲上帝建立搁较亲的亲密的关系。因为上帝爱咱所做，就是甲伊相同行。上帝的拯救是包括规个以色列民族。上帝毋是看血统，也是民族。上帝看重的是信仰的传承，而且主的拯救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大、搁较顺。这个拯救是每一个人全人的拯救。对伫受害的约瑟来讲，伊对老爸上疼惜的囝变成做奴仆，互人找因，搁伫即个无实在的语言甲文化中来生活。伊学习天意来挖苦。对伫即个加害人真听过，侪摆因生活在痛苦中忧郁、后悔来临。伊看见即个真失望的老爸，却毋敢承认家己的错误。但是因也有转变，就是因对待电仔囝的态度。因诚做真正的兄哥，是为彼此照顾，互相斗相共的。对伫即个真无辜的老爸妈讲，伊一直毋知影即个代志的真相。伊早真用骗来生活，结果拄着阿舅甲伊的囝来欺骗伊。伊需要重新看见伊家己心内的插头，伊有侪囝儿，毋是只有伊所爱的迄位尔。
上帝的拯救是规个家族的和解甲团圆，拯救嘛对遮开始。上帝找我大生命来，主差遣摩西伫埃及王的厝成长，互伊会当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直到新约，就是上帝找伊的独生圣囝来到世间。主耶稣为着咱全人类死伫十字架顶，第三日国外完成上重要、上大的拯救。拯救的故事，要搁要继续讲袂去。对历史图来讲，大家受迫害，往逐所在去，一直到当有侪侪算袂了的宣教师，互主上帝差遣到世界六角落，互人当听见福音。咱台湾也享受即个大恩典。咱通讲，主差遣马街来生咱，互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今仔日的福气甲恩典。主也差遣真侪的信仰前辈，伫75年前设立咱南口的报道所，到当成做教会，而且成做社区的祝福。主继续差遣孙理莲宣教师，伊伫生死过身了后，就传承孙仔和卫师的理想。伫过身的隔年，就成立即个本级海外传道会，开始海外传道。伫迄11年的中间，拢总差派8位原住民牧师的家庭，到伫婆罗洲服侍一般族人。咱现在总会所差派即个湖南黎班牧师，伊的老爸就是第2批差派去婆罗洲的宣教师。伊细汉的时捌住伫遐，后来因为马来西亚政治的缘故，所以全部的宣教师拢转来台湾。但是经过46年久，就是伫2017年，湖南黎班牧师伊接续伊老爸的即个福音使者的使命，就到伫东马来西亚，就是伊老爸早前服侍伊班族继续宣教。咱需要伫跨文化、跨文化的宣教中，会当经历上帝一步一步的引带、拯救、甲操练。上帝拯救不只是一个人个人的，也是社会、政治、地球、全世界、全宇宙的。上帝拯救是透过阮每一位相信伊的话语，也领受伊的疼的正正基督徒。上帝爱阮逐人伫伊的面前活出美好的见证。即个美好的见证是足成功，是伫苦难中继续抓牢主上帝，逐工甲伊相同行。伊知影阮内心的痛苦、无爱，伊嘛看见阮有受伤，互人陷害、甲软弱，伊爱阮受安慰，学习彼此原谅、甲接纳。伊爱阮看见搁较大的拯救。即个搁较大的拯救是看见阮家己的罪，这是阮家己无法度来做啥物。但是也伫即时，阮会当领受主的拯救，甲伊互咱的意象，会当来看见即个世界的需要。就亲像咱台湾伫全球面对即个疫情的困难的时，咱会当付出行动，对全世界的人讲，台湾很help。咱需要伫各方面用咱的专业来回应上帝。现在全世界
佫有3589个民族的语言是还无母语圣经哦。阮到家所学习的即个缅文圣经，就是即个，就是第一位到伫缅甸宣告的宣告师耶德逊，伊所翻译的，伊真厉害，伊嘛完成缅英英缅字典，后来诚做即个缅甸宣告师真大的帮助。因为互咱会当较紧来了解即个语言，但是伊所付出的代价嘛是真大。上帝找我大心领来，即句话真短，就是约瑟用10多年，还是20多年久，对上帝讲出伊的体会，伊对上帝所领受的。11年前，阮全家到去缅甸。来学师，头前的5年，我的大家嘛，甲阮同齐去。头前的5年，阮伫华人的所在甲册，虽然真庄脚，时常无水无电，囡仔看病，爱去坐车，来回爱开车3点钟至少去看医生，佫无讲到遐我爱等医生的时间。所以就爱一天就无啊。后来所以第3年的时阵，阮就刷到即个城市，医生较方便。真感谢上帝，迄个时阵嘛为阮举办一个教册的学校，佫有教会，所以阮上时也会当对学生来谈福音、无用教会，嘛替因建立新的教室。学生的宿舍、电所等等，但是最后却有一寡人讲，阮是用钱来收买学生，阮的心实在真可怕。看见阮所关心的学生，佫互人受欺负，实在真看袂落去。迄个时阵，阮就想讲，是毋是阮爱转来台湾啊？因为迄个时阵，我的大汉囝嘛，互我着适应当地的幼稚园。但是无拍算，上帝佫一摆呼调阮进入水深的所在，就是跨文化的民族。阮去参加一个傈僳族的礼拜，迄个礼拜我对头到尾无一句听有，但是上帝互阮伫迄个礼拜内面，看见即位超越民族、超越语言、超越地理的限制。听的上帝，伊是爱要拯救万族、万民、万国来归恩伊。所以，阮全家伫2018年时，就专心来学习即个缅文，还有因的文化。阮愿意学习甲讲缅甸话的青少年做朋友。不过，才学习2天就疫情，就全球的疫情，迄等于就是2021年，21年的时阵，甚至发生迄个军事的政变。过去10年慢慢开放的即个缅甸，佫一摆真做一个无安定、无安全的军人政府。去年我申请有机会摕到签证，转去缅甸一逝，除了整理阮全家的物件，迄个时阵真正足侪物件阮分落来，嘛想要了解讲缅甸即摆的状况到底是安怎样？啊，阮是要转去，还是爱留伫台湾，继续做缅甸人的学生？伊嘛去拜访阮，住伫阮楼顶的阿伯。伊伫恐吓阮哦，你莫阁转来啊啦，这真危险，莫阁转来啊！伊讲哦，我嘛随时准备爱去找我国外的囝。伊是一个真虔诚的佛教徒，伊的厝内有一个足大的佛像，因真正不杀生哦，因袂拍帮。
若头仔有即个家带，伊嘛袂安尼搭落去，袂使。所以若是甲伊讲话，你若看着，嘿，有讲仔在头前啊，你着尾后走就好啊，莫互人无尊重安尼。所以逐工暗时，阮先生拢会去楼骹，迄个车顿上，啊，伊着伫遐开讲，哦，迄个时阵家带到处跑，伊着讲哦，一开始真正无法度，就想要赶走伊，哎，后来就是。其实伊的信用嘛开始有一点仔疑问，因为伊看见缅甸的军人拢是不报的，但是因扣抬家己的人民呢。阮知影，即摆缅甸变了真乱，而且人民无有愿望。但是阮也看见，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阮愿望伫保安的土地内底，会当点着一个小小的机会。阮期待甲因三甲做伙，互因知影，任何孤单，上帝拢有听。各位，阮就要转去缅甸。即摆阮爱设立教育中心，就是爱建立教会。我希望会当甲因中文来建立关系，阮家己也写家己的教材，会当互因认捌上帝。上帝找我来司令，毋知你是毋是会想，上帝一定爱通过约瑟，互行高爬到埃及，来执行上帝拯救的计划吗？安尼，这位上帝是毋是有一点仔残忍？感觉人亲像迄个机子，互上帝控制，佫需要忍受遮尔侪年的苦读甲挑战。上帝一定爱安尼吗？一定爱安尼才会当执行伊的拯救吗？后来我换一个角度来想，其实是因为咱人类实在是有同做人，而且咱真正是太过固执，所以上帝必须用这种方法来互咱重新看见上帝对咱人性命的拯救，而且看见这性命拯救的意义甲稳定，互咱伫生活中会当学习甲主相同行的性命功课。现在这个宗教个人主义的社会，咱人上大的问题就是咱家己上大，咱较看重咱家己的需要，想要找一个好伙，却无看重咱成做一个基督徒是有影响力的，是对伫咱的群体，对伫咱的社区，甚至这个城市，咱有责任甲影响力。阮若无看到这个，咱就会受教会来受世界的价值观来影响，来掌管阮的性命甲生活。咱所相信的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今仔日上帝所要带来拯救是全面性，不只是个人，嘛是群体，而且是超越时间的限制，甲时间的想象。过去的代志真做历史，但是上帝将歹改变成做好的拯救。今仔日这个拯救，犹原要伫阮每一位愿意信靠伊的人的身上。上帝爱咱的性命搁较水，搁较美好，就是我家己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日子就好。若是安尼，约瑟就无需要面对伊过去的伤害。但是命中每一个伤痕，拢会伫上帝主耶稣的手内运转的，
真做伊奇妙的见证。只要咱有愿意领受伊真实的拯救，也愿意真做伊的见证人，去分享福音，而且继续靠主来活。过去咱已经互上帝拯救，谈过福音的好处，但是现在咧，无情的我敢有需要上帝继续的拯救。这个拯救是家己的，也是咱的家庭的，也是咱所属的教会团体。我相信无一人敢讲我已经完全，咱拢需要上帝继续的拯救。求主帮助咱来了解，现在的我为虾米会伫遮？未来我要去倒位？咱拢是主所拣选来成做基督徒的。但是咱敢有伫上帝拯救的大计划内面？因为上帝拯救的计划是爱通过疼甲受苦，才会当成做愿望的祝福。愿咱拢成做主耶稣的见证人，互咱会当对后一世代的人讲：上帝找我带生命来，成做荣耀主的福音使者。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后辈弟兄们，感谢你所赐的和信心领耶稣基督来拯救阮逐人，也拯救这个世界。求你信心引带，继续拯救，也差遣阮逐人会当愈来愈近甲你，找到主你创造阮逐人的旨意。主啊，愿你的大使命伫阮逐人的心中点动，互阮愿意顺服，做你福音的使者。主，阮知阮对你的路途有挑战，有艰难，求主你来改变阮，因为阮知阮有你。求主你来帮助，互阮随时来倚靠你，倚靠你的信心来过每一天，互阮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主，我嘛求你施恩领领阮逐人，嘛小事阮的教会异象，求你信心充满，互阮为你来活，成做你福音的使者，来见证主你的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吼，互咱今仔日看到要透过广福牧师甲唯一牧师，会在缅甸这个黑暗这个地方会点起一盏明灯吼。也感谢唯一牧师鼓励咱大家因离上帝大的拯救当中有权有份。有纪念，请兄弟咱大家起立，咱来吟回应的诗歌信息第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
即摆是奉献的时间，咱来用奉献来回应今仔日的上帝对咱讲的话。本会报告吼，那后礼拜学生请大家来家己看吼。本会报告咱看咱的周报第一点，咱谢谢唯一牧师今仔日的分享吼，请咱大家兄弟姊妹，咱拢有因的时间来奉献甲带动。第二点是后礼拜处理了的一点咱要开定期的幼儿园的董事会吼，请同工准备先来参加。第三点是咱要每新的一年就是每年的每日读经的事业兄弟吼，那您甲咱的干事来定吼。第四点吼，就是咱中会财务特别来通知咱吼。为今年开始吼，甲年底的时阵吼，咱的奉献证明吼，咱每年咱都无走去做奉献人的该修改吼，所以请咱兄弟即阵来了解即项代志在奉献的时阵就甲姓名拢每年都无走做改吼。第五点吼，咱离主日聚会的时阵吼，开车的兄弟愈来愈侪吼。请开车的兄弟吼，伊礼拜了吼，咱有当时咱要移车啦，要找袂着咱的车主吼，咱即马教会这边想一个办法，就是要甲咱的资料吼，透过咱的这个连结吼，这周报上面有一个 QR code， 你甲扫描进去，你就把你的车的资料填伫内底吼。后摆拄着要爱临时要移车的时阵吼，阮顶头有电话就有甲你找着吼。甲大家报告是，即个资料是袂对外公开吼。咱是定做教会暂时要联络，要联络的时阵要用的所以大家应放心吼。关怀大道的代志吼，第一件是你家己你处理调用的兄弟有谢惠美吼，杨义珠、洪文香、林澄清、赖建志、
还有赖建志、林德修、郑明霞、罗金丁、徐建庭、林李敏珠、苏绵义、曾文德大北医的有翁明达、姚卫新、李希明、洪文展弟兄的母亲白许秀英、林长青、马来金。奉献咧报告顶头，请大家家己看，有重大的所在，再甲到会服侍会议当工请因来支持。即摆咱来读本周的经部伫创世纪第45章第7节，咱来谈解。上帝说我但是你来，为着要让你。不被我以后来追求，我来你的画面，不办，上帝说我但是你来，为着要让你道路追求，追求，不被我来追求，我来你的画面。要上明，咱要请大家现在来起立，咱来上明信息第509。高兴，乌鲁奇美万福公园。
红色的那个袋子。